法国议员希望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反人类罪应该受到国际法院审庭。30名法国议员在一份联署信中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政府要追责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反人类罪。同时，巴黎周二表示，中国政府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和宗教少数群体的监禁是不可接受，并要求北京让独立人权观察员访问该地。法国国民议会21日进行政府训制，拉菲利尔议员询问法国对维吾尔人权危机的态度。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告诉议会，法国正在密切关注新闻界和人权组织转述的所有证词。他说，根据我们读到或掌握的信息，的确存在着对维吾尔人的关押营、大规模拘留、失踪、强迫劳动、强迫绝育、破坏维吾尔人遗产等行为。他强调，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不可接受，我们坚决谴责这些行为。另一方面，解放报以大版篇幅刊登该报专注亚洲报道的记者获得的遭遇强迫绝育手术的维吾尔妇女的证词。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写道，对维吾尔人的种族屠杀正在进行。向解放报记者讲述自己遭遇的这名维吾尔族妇女原本是教师，目前流亡欧洲。欧洲议会的保守党代表致信欧盟委员会，要求对维吾尔人问题做出有力的回应，并在欧洲议会分发了上面写为维吾尔人发声的口罩。根据前波兰外交部长、欧洲议会议员和保守党副主席安娜·富迪加共享的信息，这封信呼吁欧盟对在东突厥散侵犯人权负责的中国官员给予制裁。富迪加女士16日在新欧洲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批评欧盟继续与中国关系，而不是惩罚中国。她在文章中说，我们必须为维吾尔人民做出更多的事情，特别是如果我们希望欧盟作为一个捍卫自由与正义的组织，而在世界舞台上受到重视。他表示，我已呼吁欧洲议会议员向欧洲委员会签署公开信，谴责共产党的行为，并对应对这些危害人类最严的罪行的人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欧盟需要站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台湾和英国的民主盟友身边，以使中国对其行动负责。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将永远不会被视为人权捍卫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连2天访问英国，先后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外相拉布会面，讨论包括香港国安法、维吾尔人权及5G 通讯网络等问题。他形容会面具建设性。蓬佩奥周二与英国外相拉布共同举行记者会。蓬佩奥在新闻发布会上还称赞了英国政府做出的将禁止华为设备进入英5G 网络，谴责港版国安法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双方还讨论了双方的贸易协议，延长今年10月份到期的对伊朗武器禁运协议以及中东和平协议进程等问题。此外，蓬佩奥再次提及中国掩盖武汉疫情，斥责中国以可耻的方式谋取自身利益。他说，我们当然一开始讨论的就是中共和发自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状病毒。中共利用这一灾难推动其自己利益的做法是可耻。习近平不但没有帮助这个世界走出困境，还向这个世界展示了中共的真面目。据英国当局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英国首相约翰逊还讨论中国针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侵犯人权行为。美国司法部周二公布一份法院文件，显示他们起诉了2名意图窃取研发机密的中国黑客。他们的目标包含了几间研发武汉病毒疫苗及药物的美国生技公司。美国联邦检察官指出，这2名中国公民意图探究研发武汉病毒疫苗与检测技术的公司电脑系统中的弱点，并借此发动黑客攻击。这2名被告也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窃取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商业机密、智慧产权与其他有价值的商业资讯。美国官员表示，这2名黑客为满足中国共产党的需求，
窃取美国与其他非中国公司的智慧产权，其中包含武汉病毒的相关研究成果。检察官表示，今年1月，这2名黑客对一家位于美国麻州专门研发武汉病毒疫苗的生技公司发动黑客攻击。同一段时间，他们也研究了另一间位于马里兰州的生技公司网络中的弱点，而该公司也之前宣布他们正在研发武汉疫苗。经4天4夜激辩，欧盟特别峰会终于通过史上最大规模财政协议，总额近2万亿欧元，其中包括疫情后重建基金以及未来7年的预算案。欧盟各国终于达成共识，通过欧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政援助案，整体金额高达 1.82 万亿欧元。这项财政计划包括高达7500亿欧元的疫情后重建基金，以及在未来7年拨款约1万亿欧元的预算案。